蘇東年林家血案的司法地，今麥的義工教會申請做有轉型正義意涵的地點，審定通過，今日掛牌。總統賴清德出席致辭講啊，這是國家勇敢來面對歷史，甲傷痛記好條，深化民主的重要時刻。請揭牌。報由來1980年林提血案司法地進的義工教會外口，加一地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的紀念牌，因為義工教會去年依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作業要點來申請設置，經過文化部審定了後，將做民間自主申請的頭一例。是我們勉強用這個方式來，不能再拖延這個對於這個不義遺址這樣一個定義，希望它是一個開始。文化部長李萬解說，向正義所提出的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，以原地立法院無審查通過，正的增加義工教會歷史轉型正義的場址。也來其實義工教會也北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請加做市定的書籍，不過被認為無適合，遭到駁回。我們也期望說，這個牌子掛上去的同時，我們還是繼續努力的來訴說這邊的歷史，然後甚至是鼓勵其他人去認識台灣各地威權地方受害的這些遺址。當然，他沒有來是比較可惜一點，但我覺得對大家來講，更重要的目的是說，是讓大家了解義光教會的歷史。對於林義陽甲厝內底人攏無參加獻牌典禮，義工教會牧師講，林義陽的身體、精神狀況攏真好。因為這陣已經甲教會交予教育來管理，也賴總統致辭時講，保存歷史現場以外，就也是國家勇敢面對歷史、加上聽記條咧，深化民主的重要時刻。現在個人咧講，只要面對威權妥協，就會當唔免強化國防，甚至認為只要甲威權者握手、交流、妥協、放棄主權，就會當換來和平。咱最好的防衛，就是清楚嘅歷史，共同嘅記憶。好友經過歷史真相，繼續來營造祝福台灣民主的力量。賴總統更加強調，真正和平唔是向威權屈服，也是妥協。由國民黨主席鄧麗文要佇7/7到中國訪問，有可能甲習近平進行電視會。賴總統這話也特別互人聯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